礼拜，咱国内有真侪民众拢烧钱要去买 ETF。4月初一00940这支 ETF 就要上市，但过呢目前伊的净值是刷价过发行价，所以真侪投资者拢真烦恼嘛真紧张。已经有超过22万人加入民测顶悬的自救会。金管会主委就表示，会密切关心投信机构敢有伫销售过程公开资讯，即马嘛会定出买 ETF 的规范。伫咧第4月初一挂牌上市的 ETF 00940元大台湾价大高息，个人一直抢买，募集金额达到1700亿，创历史天价。毋过根据元大官网公告，00940前值头一届落破10块发行条件，降到9.97，未少投资人真紧张。民测社团自救会到顶礼拜五已经超过22万人，引起各界关心。还没有上市的产品，自救会就已经22万多人了，是不是准备要闹事啊？自救会我们会了解一下它的诉求是什么，我们会注意他们在销售过程中是不是充分告知投资人资讯。今年台股大盘已经起超过1800点，其中台积电就贡献1402点，20台积电占权已经挖近3成。美国证监会为了保护美国投资人，定单一成分股，在连续3个月时间内超过45个交易日，超过指数的30%都降为指期指数机会。到时阵恐惊妨碍台指期交易。全世界不止它啦，其实像韩国的三星啊，像 Nesta 也是有一个前几大的，它现在只占30%几啦，还在我们的可控范围内，我们会持续在注意。如果台股徛在2万点，盘中捌失守20200点整数大关，伫航运、观光、供电这类股的带动，起到20285点，暗过尾盘未堪咧卖压，收盘是落36点，收伫20192点，成交金额是3699亿。黄天茂搁再呼吁投资人爱注意风险，谨慎选股，暗过对未来景气也是认为今年会比去年较好。记者综合报道。